咪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催眠？即係本身佢哋如果心理或者生理上冇病嘅，都可以俾人催眠嘅。嗱，其實基本上咧，不如我同你講下咧，究竟催眠嘅定義係乜嘢啊？嗱，其實催眠嘅定義咧就係咧，一個其實催眠狀態，即係話我哋首先帶一個受者咧進入一個催眠狀態咧，其實催眠狀態咧係一個好自然嘅狀態嚟嘅，即係基本上咧一般人咧其實每一日咧都有機會好自然咁樣進入呢個狀態嘅。咁呢個狀態類似係乜嘢咧？就係類似咧你咧夜晚咧臨瞓覺嘅時候咧，你其實都已經覺得好攰㗎啦。咁你對眼咧都已經好想眯埋，唔想打開。咁但係咧，你意識上咧就未完全進入嗰個睡眠狀態喎，即係話咧，你個腦裏邊咧都仲有啲清醒嘅嚇。咁其實我哋話帶一個受者進入一個催眠狀態咧，其實就類似我頭先所講嘅，佢臨瞓覺嘅時候好攰嗰陣時嗰個感覺，又或者咧係似佢瞓醒覺嘅時候啦嚇，即係朝頭早咧。當你第一下瞓醒覺嘅時候咧，其實你都係個意識咧開始清醒咗，然後慢慢你先至擘大對眼，然後先至起身㗎嘛。咁其實嗰個進入咗催眠狀態嗰個感覺咧，就係類似我頭先講嗰兩個狀態。咁你話啦，係咪你日常都會好自然接觸到嘅狀態嚟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話咧，即係進入咗催眠狀態咧，其實咧，我哋嘅意識咧係高度集中㗎嚇。咩為之高度集中咧嚇？就係話咧，就算一個人佢進入咗催眠狀態咧，其實佢都清醒㗎，即係話佢知道個催眠治療師咧係同佢講緊啲乜嘢，或者要佢去喺嗰個催眠狀態裏邊咧係去想像啲乜嘢。咁所以就係話點解我頭先話咧，我哋日常咧，即係除咗你話臨瞓覺或者臨清醒嘅時候，會好自然進入，好自然好似喺一個催眠狀態底下咧。其實你平時咧日常咧，譬如話你好專心咁樣喺度可能溫習緊啦，或者好專心工作緊嘅時候咧，其實嗰一刻咧你都好高度集中㗎，係咪？咁其實嗰個狀態咧，我哋都可以話係一啲好自然嘅催眠狀態嚇。不過咧，當然啦，你如果唔去接觸催眠，你唔知道原來嗰個狀態咧就係叫做催眠狀態。咁嗰啲狀態咧就係環境造成嘅嚇，就唔係我哋即係特登咧係通過一個催眠治療師咧去引導你而令你進入嗰個狀態嘅。咁所以其實講簡單啲，催眠狀態呢一樣嘢咧，基本上咧就係每一個人咧每一日咧嚇都會喺唔同嘅時段咧就有機會進入去嘅。咁所以唔係一啲乜嘢咁神秘嘅嘢嚟㗎。咁其實通常要幾耐先可以進入到呢個狀態㗎？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人咧，如果佢又願意去進入呢個狀態的話咧，5至7分鐘到咧，其實都可以進入到呢個狀態。咁甚至乎，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哋可能已經接受咗1、2次嘅催眠咧，佢哋可以快到咧2、3分鐘都可以進入到催眠狀態。咁當然啦，呢個時間嘅長短咧，都視乎唔同嘅人嗰個接受催眠嘅程度㗎嚇，即係都會有啲差異嘅，唔會個個都一樣㗎。咁其實催眠咗之後，其實有啲咩嘅症狀咧？嗱，呢一樣嘢咧，咁咧我就唔想暫時咧唔想講太多住，因為咧一陣間我哋訪問完咗之後咧，我都準備咧引導你哋咧就入去感受下呢個催眠狀態係啲乜嘢，咁或者到時你再同大家分享翻你入咗催眠狀態裏邊你個感受係啲乜嘢啊，好唔好？好。咁其實催眠咗嘅人咧，佢哋其實有冇知覺㗎？嗱，頭先我講過啦嚇，催眠咧就係完全乜嘢啊？仲記唔記得？高度集中。係啦，高度集中，即係話咧係清醒嘅，咁所以咧係完全有知覺嘅，OK 嚇。因為當然啦，即係我理解咧，即係點解你會咁樣問咧？可能因為你哋
都係通過電影啊或者電視即係嗰啲媒介嘅渠道去睇即係接觸關於催眠嘅嘢啦。咁所以對佢真正嘅正確嘅認知咧就唔係太清楚。咁其實咧進入催眠狀態咧，一個人咧係完全有知覺，係完全清醒，所以佢知道自己係做緊乜嘢嘅。咁即係佢哋如果係中途想醒翻嘅時候，其實可以自己醒翻。係冇錯啦，你真係講得啱啦。嗱，基本上咧一個人咧，佢喺進行呢個催眠嘅過程底下咧，佢係完全自控嘅，即係話佢控制自己嘅身體嚇，同埋佢自己嘅意願。咁所以咧喺催眠狀態底下，如果佢想繼續，佢當然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佢唔想繼續的話咧，佢隨時有權係停止嘅嚇。停止就係咁簡單，佢唔跟治療師所叫佢做嘅嘢做，咁擘翻大對眼，咁就可以隨時停止呢個催眠㗎啦。咁其實咧，催眠其實係影響一個人嘅心理啊，定因為係佢嘅生理上咧？嗱，其實咧頭先提過啦，催眠咧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幫我哋提升我哋嘅情緒嚇，而去疏解一啲即係負面嘅情緒。咩叫負面情緒啊？即係唔開心嘅情緒啦。咁所以咧係從呢個心理上入手嘅。咁當然啦，除咗從心理上入手之外咧，其實咧心理咧可以直接影響生理喎。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咧，即係通過呢個催眠治療咧，我哋除咗係處理一啲負面情緒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提升一個人嘅身體健康，即係話生理方面。因為基本上咧，我哋嘅心理同生理咧係互為影響嘅。咁如果我哋心理，即係話當你嘅情緒回復翻正常啊，當你開心嘅時候，咁你嗰個身體嘅唔舒服嘅感覺咧都會即係容易去消除咯，或者減低咯。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話催眠治療咧係喺外國咧，佢哋譬如話喺英美即係或者其他歐美國家咧。佢哋其實已經用催眠咧，係用咗好多年㗎啦。譬如話喺1958年啦，英國同美國嘅醫學協會咧，都將催眠治療咧納入為一個輔助正規治療嘅方法嚟嘅。咁所以話咧，其實佢真係有一啲臨床嘅認證咧，係即係可以測試到咧，即係一個人咧，如果接受咗一個催眠治療咧，佢喺身心方面咧，即係心理同埋生理方面咧，都會有一個顯著嘅改變嘅改善啊咁。